呢度係位於香港嘅西九。平時離開香港，如果去大陸嘅話，一定會搭高鐵。你喺九龍站或者柯士甸站都可以透過通往高鐵嘅指示牌前往西九龍站嘅。不過由於九龍站唔同柯士甸站嘅西九龍站呢，由於唔係同柯士甸站一樣，一出閘就係高鐵站嚟，所以你喺九龍站去西九龍站呢，一定要經過圓方，再行一條天橋。但係唯一高鐵站最方便嘅呢，就係會有一啲清晰嘅指示牌，喺底港層同埋離港層都係設有扶手電梯同埋升降機，當中仲包括咗唔同嘅行人隧道。不過呢個千奇百趣嘅事，竟然發生喺 B3N 層嘅行人隧道入邊。冇人用嘅隧道，冇錯，你唔係穿越咗時空去咗第二度，又唔係置身喺最多人熱討論嘅後室 backroom， 呢度真係西九龍站嘅 B3M 層嘅行人隧道嚟㗎。呢條行人隧道點解會冇人用？原因雖然呢條隧道都係屬於唔係禁區範圍嘅行人隧道之一，不過第一次行嘅話呢，都覺得自己會置身喺一個靈異空間入邊㗎。其實隧道嘅前面同埋後面呢，都係有升降機去高鐵站或者連翔道。不過 B3N 層呢，係得一部升降機可以去到呢一個行人隧道。原來呢個位置係舊年喺 Facebook 嘅香港風景攝影群組嗰邊都有提出。其實最方便呢，係冇人期間呢，就可以任影呢條行人隧道，同時都可以自製一啲 P 圖成分嘅。千奇百趣，西九嘅冇人用嘅隧道。